来过咱539的朋友大家好吼，来看一下今日 AI 分析号码吼，2026年7月4号吼，来主力号0727241412，04283808，建议5组号码吼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第一组0714242738，近期热门号码数字大小平衡。第二组0408122628，细的号码入面号码搁加连做伙吼。来，0517233437，长期稳定的号码0107192736吼。期数偏重冷门热门的号码拢做伙，过来较中远的部分1015222935。以上号码提供咱539的朋友参考，感谢各位收看咱的记者见面。